三甲地底，我们透过今仔早起是礼拜，透过我们今天早上礼拜，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上帝的同在，真实有上帝的能力就充满在我们的教会当中，充满在我们教会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。我们一起开口，为了今天早上的敬拜，为了今天早上礼拜祷告，咱做开嘴，为了今仔早起是礼拜，咱做回来祈祷，咱做来祈祷。哦，主啊，感谢你，搁一天引带阮来到你的圣殿，直接来敬拜而乐你。主啊，帮助阮，互阮伫今仔早起是礼拜，搁一个真实来敬仰，搁一个真实来甲含主你来相拄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神一时来充满伫阮的教会，充满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。互阮透过今仔早起是礼拜，搁一个真实感受着主你的恩典。主啊，求主你来帮助，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内心充满对你的美丽，充满对你的脚步。互阮伫今仔早起是拍开阮的心，拍开阮的嘴，搁一个用阮的心，用阮的全力来敬拜而乐你。主啊，求你来帮助，求你来引带，互阮伫早起是礼拜真实来看见主你美好的代志，来发生伫阮的教会，发生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主啊，感谢你。继续，咱为着咱家己的心来祈祷，求上帝来帮助，互咱的心通拍开，互咱透过今仔早起时的礼拜，互咱透过今仔早起时，咱伫遮所献上的一切，搁一摆来看见着主。今仔早起要互咱领受新的恩典，领受新的气力，咱开出为着家己较无的心来祈祷，互求上帝搁一摆搁求上帝，互咱搁一摆对伊充满。互咱搁一摆来到伊的面前，用咱的全心全意来敬拜，咱为着咱较无的心，火热的心，咱做伙开出来祈祷。哦，主啊，这时你来充满着阮，主啊，充满着阮的心，充满着阮的心，互阮伫这个时阵，阮全然全心来靠无你，主啊，互阮这时成会当放下阮所烦恼、所忧愁的代志，互阮伫这时会当全心来仰望你，主啊，当阮仰望你的时阵，相信你会用你的气力来帮助阮，主啊，求你搁一摆来引带阮，阮对你有靠靠，阮来仰望着你的名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主啊，感谢你。请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搁一个引带阮来到伫你的面前，来到伫你的圣殿，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不同教会兄弟姊妹，伫遮敬拜而乐你，用阮的声音，用阮的专利来敬拜，来对你发出而乐的诗歌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起着阮的生命，建设阮的生命，建设阮的教会，互阮搁一摆来看见着主你新的恩典，看见着主你新的恩歌，就充满伫阮的教会，充满伫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。主啊，献出阮。而乐献出阮的感谢，这是阮的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这是邀请咱兄弟姊妹做为咱的座位起立，咱做伙用这条的时光做敬拜而乐的上帝，咱做伙拍鼓来而乐上帝。主你伫你掌管，伫阮的心内面，伊得一直无停，是阮的心所愿。教会。
过去48天，上帝伫咱的教会所起做，一切来献上感恩的祈祷，咱来献上咱感恩的祈祷，做来举出来祈祷。哦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你过去48天，你起做我的每个教会，我的教会是家是家是家，一个家是咱这个这个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讲，你教会，我是一个人上来这个所在，你来敬拜，你来信赖你，主啊，你的教会，你起做你的教会，你也起做你的百姓，起做你的家庭，敬拜你的所在，主啊，看见你的应许，看见你的奇妙，看见你的恩典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主啊，感谢你。是啊，主你不止启动的教会，我们专心来靠我你，咱来专心靠我，追求你的国度，咱来专心遵守，你是你路上走，看着受了的祈祷吧，乱流的人心里平安，献出家己为着你国度。专心靠我，咱来专心靠我，追求你的国度，咱来专心遵守，你是你路上主，看着受了的祈祷吧，乱流的人心里平安，献出家己为着你国度。教会的领袖，主啊，让他们进行这个教会，有一个
有力，搁有力，叫起咱对孤独的心，主的听甲开咱充满我。你的教会，带来不老，你家咱做伙去做主的国度。主国度，呼喊着得胜，我开咱的手，合意为拯救，当得你的会，改变你教会，因为你的歌，记着你国度的会。咱主要为着咱每一个富强教会今日今晚祈祷，为了富强教会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来祷告，求神来兴起我们教会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每一个人真实的得到上帝带给我们的力量，让我们可以在上帝的面前来向他来有这新的事，新的事就在我们当中的发生。主啊，感谢你将我们教会交在你的手中，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真实的感受到有你的同在，兴起我们的教会，兴起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你这种奇妙的恩典，感谢你，让新的事就成就在我们的教会当中。做新事的神，我要向你唱新歌，恩典怜悯，每天都是新的，新就新的来，每天要思想。你是做新事的神，你是做新事的神。我要向你唱新歌，恩典怜悯，每天都是新的，新就新的来，每天要吹响。新的事将要成就，新的事将要成就，新的恩膏，新的恩宠，我们要唱新歌，称赞我们神为高。新的事将要成就，新的恩典，新的盼望，我们要唱新歌，充满神的荣耀。我去拍手赞美的神，愿新的事情就成就在我们的教会当中，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。我们再次同来唱。你是做新事的神，我要向你唱新歌，恩典怜悯，每天都是新的，新就新的来，每天要吹响。你是做新事的神，你是做新事的神，我要向你唱新歌，恩典怜悯，每天都是新的，新就新的来，每天要吹响。新的事将要成就，新的恩膏，新的恩宠，我们要唱新歌，称赞我们神为高。新的事将要成就，新的恩典，新的盼望，我们要唱新歌，充满神的荣耀。新的事将要成就，新的恩膏，新的恩宠，我们要唱新歌，称赞我们神为高。新的事将要成就，新的恩典，新的盼望，我们要唱新歌，充满新的事将要成就，新的事将要成就，新的恩膏，新的恩宠，我们要唱新歌，称赞我们神为高。新的事将要成就，新的恩典，新的盼望，我们要唱新歌，再次
要成就，新的事将要成就，新的恩膏，新的恩宠，我们要唱新歌，称赞我们神伟大。新的事将要成就，新的恩典，新的盼望，我们要唱新歌，充满神的荣耀。将最大赞献给我们的神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这时，我们相信新的事不断的在发生，不仅在过去的48年，我们相信在接下来，无论经过了几年，你的新的事都不断的发生。从过去的一代到现在，到将来，不论到哪一个年代，到哪一个时代，我们都看见你的恩典在我们教会当中不断的彰显。主啊，让我们的教会从这代到那代，到将来末后的日子，都不断的来诉说你的故事，都不断的诉说你在我们教会当中，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所摆放的恩典。主啊，让我们一起经历到这个美好的事，让我们一起经历你在我们的教会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所写下你奇妙恩典的故事。让我们不断的诉说，不断的赞美，不断的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，将一切的荣耀、一切的能力、一切的颂赞都归给你。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，他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不分种族国家，齐声来颂扬，在宝座前高举双手，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，他名所当得的
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感谢你，在这个美好的节日，我们富强教会众弟兄姐妹聚集在这里，要来唱诗歌荣耀你，要来敬拜，将一切恩典从你而来的献上感恩。亲爱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守护我这个48周年感恩的日子，愿众百姓正常日子为，以你的圣殿分别作圣，用恭敬的心来敬拜，用欢喜的心来学乐，用敬虔的心来领受主你的话语，真侪阮的快乐甲帮助。愿三位一体上帝亲自掌管今仔日的敬拜，互正向日子为每一个主你的百姓，拢得到造就，拢得到激励，让我们用欢呼荣耀主，用感恩来献上一切你所赐的恩典。愿今天的敬拜，一切让主的恩典在我们当中，荣耀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我们要借由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，同